开心在2026年新的一年第一个主日，和大家一起在主的圣殿中一起敬拜我们的神。请跟旁边的人说，新的一年一起走在主里。新的一年一起走在主里。无论你今天是带着怎么样的心情，今天就邀请你们把心门打开，用喜乐、用赞美的心，一起来迎接神要在我们生命中要做的新事。因为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何等的荣耀，他是我们柔美的神。阿们吗？阿们。感谢神带领我们走过去的一年，不论有高山或低谷，今天我们站在这里，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接下来，我们为着在新的一年里头，灵命的成长、家庭还有人际关系、工作、健康、教会和服事来祷告，求主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都能走在他的道路，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我们一起开口同心来祷告。哈利路亚，求主帮助我们的人际关系，是每个人就是时常是被更新，信心都得到平安，彼此相爱，公义有智慧与好的安排，身心都健全，教会合一，充满神的爱，有圣满有在信心与教会的当中一起相存在，就是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要过着可以慢慢重新的人生。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新的第一年的主日，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一同敬拜你。主啊，谢谢你陪我们走过去的一年，不论顺境或者是挑战，你的恩典从不缺席。今天我们带着感恩，也带着期待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将新的一年向你敞开，把我们的时间与服事全然交托给你。求你更新我们的心，让旧的忧虑放下，让新的盼望在我们里面被点燃。主啊，愿你在这个敬拜中与我们同在，让喜乐充满，让信心被调望，让爱再次被恢复。让我们不是只坐在这里敬拜，更是要生活中天天跟随你。主啊，祝福你的教会在新的一年更加合一，更加火热，更加有力量。愿我们的一生成为荣耀你的敬拜。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邀请大家一同站立，在新的一年新的开始，让我们用喜乐的心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主啊，你是荣耀的美，荣耀的神，你是配得我们一切尊赞的神。哈利路亚！你的爱何等奇妙，永远都不失败。你是加带笑脸。永不失败的
的神，我爱你，荣美的神，我敬拜，荣美的神，我灵歌唱，荣美的神，我爱你，荣美的神，我敬拜，荣美的神。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珍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当我罪灾和羞辱，是你复活我蒙救赎，你是我的一切。当我跌倒你扶持我，当我干渴你充满我，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珍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当我罪灾和羞辱，是你复活我蒙救赎，你是我的一切。当我跌倒你扶持我，当我干渴你充满我，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
配得，神羔羊配得。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付上代价，担当我罪和羞愧，使我完全赐下奇妙恩典。感谢你无比大爱，感谢你平恩双手，宝血洗净我污秽，使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神羔羊配得，坐在宝座上，头戴着尊贵冠冕，你作王到永远，来尊崇赞美耶稣神儿子，从天降下被钉十架，神羔羊配得，神羔羊配得。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付上代价，担当我罪和羞愧，使我完全赐下奇妙恩典。感谢你无比大爱，感谢你平衡双手，宝血洗净我污秽，使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神羔羊配得，
神羔羊配得，神羔羊配得，神羔羊配得。你的羔羊配得我们的称颂，因为主耶稣降生，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赐下所有的救赎，让我们有重新生命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迎接2026年，也是我们富强教会50喜年大喜的日子。感谢你，我们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大家齐聚在你面前，同心敬拜，同心赞美，献上祷告，愿一切荣耀归给你。也求神让我们看见新的一年50喜年，神为我们摆在前面这一些美好的恩典礼物，让我们同心合一，一起服侍，一起追求，也一起得造就，也一起将主的福音传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荣耀都归给你，每一位你的百姓都同得造就，同得恩典。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能站着哈，我们一起来祈念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在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死人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来读2段的经节。第一段经节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第二段经节是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弟兄姐妹们，我并不认为我已经赢得了这奖赏，我只专心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全力追求前面的事。我向着目标直奔，为要得到奖赏。这奖赏就是属天的新生命，是上帝借着基督耶稣呼召我去领受的。接下来我们要请底波拉小组来献诗，他们要献诗的诗歌是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献诗结束，今天牧师所要讲到的主题是富强50，向神奔驰。
感谢主，谢谢底波拉小组带我们唱这首诗歌。无论生或死，或是所有的苦难，都不能与我们主的爱隔绝。这是我们心中所坚信的，也是神给我们最大的应许。愿神与我们同在。谢谢他们的服侍，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真的等候许久，今年终于到2026年第一主日，大家一起聚集在这边，献上感恩，献上所有的赞美在主面前，互强50向神奔驰，这是我们50喜年的一个口号哈。我们要邀请大家再来大喊一次，好不好？我们想互强50向神奔驰，预备来，互强50向神奔驰，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这个标语，也是我们的讲题，一起来从圣经里面得到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心跟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从你来的恩典祝福。我们确信互强50向神奔驰，在这一个我们的标语之下，神给我们奇妙的应许跟目标与方向。愿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向神奔驰的时候，看到神为我们摆定的方向、目标以及应许盼望。愿我们一起寻求你的命定祝福，也让我们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一个看见的应许跟力量，让我们所做的都能够合神的心意。我们在此在你面前谦卑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新年开头，我们用我们50喜年的标语，互强50向神奔驰。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分享这一些经文哈。那互强50向神奔驰，我们想出这个标语，那感受到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提醒。互强50向神奔驰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但是奔驰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一年当中，一起要从各个层面一起来看见这个奔驰是有效的，奔驰是神应许的，奔驰是看见神美好的祝福的。所以呢，我们借由这2段经文来了解向神奔驰的意义哈。那互强教会迎接50喜年，它的意义我们看到了，我们一直在重复复习的，就是利未记25章第10节所给我们的一个很明确的指令。这个宣告是什么？他说：“你们就把第50年分别出来。”分别的意思就是把它看作是特别重要的，然后向全体居民宣布这一年为自由年，为喜年。喜年呢有很多的意思，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喜年这个字了啦哈。那其实喜年它的意思就是自由年。那我们的新翻译的圣经呢，台语的圣经它是叫做恩典之年。恩典之年、自由之年、喜年都同样的意思，意思是说神要特别在这一年当中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他这段经文里面还有一句，是当时对以色列百姓所做的宣告。他说，在这一年，所有的卖了的产业要归还给原主或原主的后代。那这个很有意思了哈。等于说我这50年当中，我所得到的产业全部归零。他是要让你看到这个是神给你的，而不是你自己拥有的。而且还要让当时有这个奴隶的制度哈，被卖为奴的要得释放，回到自己的家。所以这个50年不是一个数字的累积集合，而是神要在你这一年当中领受更大的祝福。为什么你的产业归还给原主或原主的后代？意思是说，你原先得到的，你要重来耶。那是不是全部都失去了？从圣经的教导来讲，神是借由这一个自由年、喜年，重新开始，重新得着，重新得到恩典。那这个是很难得的功课了哈。那我们一起从这一个50喜年的标语50互强50向神奔驰，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得到一个
学习。刚刚我们读的是现代本，那我们比较习惯原来的经文。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我们新翻译的圣经叫直奔哈，直奔就有这个奔驰的意思了哈。然后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带来的羊奖，我忘记背后，我要直奔，到底干嘛？他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得着奖赏，而且是这个生命的奖赏，不是世上的物质的奖赏。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得到一个学习啊。从这段经文，从50几年，我们刚刚有提到说50奔驰啊，奔驰什么？放上一个空格让你填。我们也可以学习，好像我们不是，我们中文的作诗有没有？有上联有下联呐，有词句的互相对应。那互相50象神奔驰，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里面得到一个学习也是4个字，承先启后，是竭力追求。那这个要承先启后什么意思呢？他在经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忘记背后”。忘记背后，如果从我们50几年的经历来讲，不是抹煞历史，而是不自满，不会以为好像我已经得着了，哇，满满的。因为我们知道过去50年来，我们怎么样得到许多神给我们非常历史跟恩典。换句话说，忘记背后，也是指着归零的心态，把过去的恩典当成感恩的祭，但是不是你停滞的理由，不是躺着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着了，以为说啊都有了，应该有的都有了，教堂也盖好了，弟兄姐妹大家很热情敬拜神了，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大家都很同心合一了，够了啊，完整了。我们真的要为过去神给我们的恩典来感恩的在这个礼拜4，就是我们每年年初我们中会全台南的教会有79间的教会，是我们叫做台南中会。最北一直到像那个投射白河那个区域是最北的，最南就是我们昆山那边其实还有台南市的区域里面的教会，它是属于嘉义中会的，比如新营，对不对？我们台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就是一条曾文溪那条溪的北边呢，当时就归属于嘉义中会，所以台南中会不是全台南市有就是西南的最北有学甲啦麻豆啦，还有我们的那个白河那个区域包括关子岭都属于白河跟关子岭都属于嘉义中会了。那中会发了一本手册，准备要开会，礼拜4，那我就详细看了一些资料。那资料里面有提到因为我们每年呢，因为我们是一个中会制的教会，所以79间等于是台南中会的全部的教会。那个别的教会是单独自己去运作但是平常合起来，我们还有一个，他会统计一些教士资料。教士就是说教会的收入啦，教会的出席人数啦来当成我们每一年要负担的一些经费，在中会的运作、事工，还要交到总会去。那些数字他又根据什么呢？根据教会礼拜人数，还有包括一年的收入那我就很有兴趣把它查找一找。我们台南的中会呢，这个400人以上聚会的教会只有3间，400人以上聚会400人以上，那300到200的10几间，那等于是100到200这一个最多了它还有的教会是100以下，甚至是50人以下。刚才第一堂我们举行我们的长职，还有我们的首长，还有我们的小组长拍照，一拍下来算一算，至少60个吧，那就已经一间教会的人数了。我们台南，所以有的叫偏远的人数这样子，但是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因为我看一下我们这个记录
从出席人数来讲，我们教会79间教会当中，富强教会是第2名。第1名是哪里？第1名是大光教会，他们已经很有成绩了哈。原先还有一间叫做天桥教会啦。他们以前建的教会它是集中在一起，现在已经拆分成2间教会，一间是属于长老教会的天桥还留着，另外一间是鸿运敬拜中心哦，他们把它拆出去那个就不属于长老教会，所以我们等于以前是第3名，现在变成晋级到第2名，那也是非常感恩呐，因为50年来，我们从历史来讲，我们的母会是太平境东门，他们已经161年的历史了，我们才50年，但是神没有亏待，神也特别赐给恩典。让我们在一步一步努力当中，有前面的我们一些前辈，我们的牧者，还有很多爱主的长子弟兄姐妹一起营造，我们的教会竟然是全中会第2名，而且在经费上也差不多哈。那这些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事，因为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刚刚讲说，我们是感恩，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停留在原地了，不就踏步了，用这些来成为一个你自我享受的理由。那努力面前什么意思？就是奔驰，就是奔驰。努力的意思，我们从原文的希腊的意思，它是讲说像古代的希腊的运动员，他们呢平常是练了很多的肌肉，非常的结实，所以当要冲进赛跑的时候，身体往前倾希腊很出名的运动，我们知道现代的运动都是从希腊原来的他们那个竞技来的，马拉松或是那个在摔跤上面的一个竞技，他们都要练很结实的肌肉，所以奔驰的意思是尽全力冲刺这个画面。我们可以从古希腊很多这种雕像或是图画看到这样子满满结实的肌肉，就是向神奔驰的原先的意思。那今天我们用来成为我们的标语，那向神奔驰就不能太懒散了，就是全力的尽全力全力向着标杆直奔。但奔跑一定要有方向，所以呢，我们看到向着标杆才是找到了方向。所以向着标杆其实就是向神，所以努力奔跑向着标杆就是向神奔驰。那我们教会迈向未来的50年呢，目标不是为了更大的建筑或更多的人数，唯一的标杆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呼召，就是得着属天的奖赏。我们真的要为过去神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50年了，我们太多属灵感恩的事情。我刚刚讲说，我们教会这个在统计上，在79间教会是第2名的，不是这样自满呢，因为人数跟建筑物不是神要我们追求的极限，而是有没有更多人愿意在主里面一起同心追求从神来的属灵生命天上的奖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奖赏，我们看到神在50年来借由他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代有不同的任务，包括建堂。记得去年6月，我们的蔡牧师回来我们这边培灵讲道，他特别提到说，当时有台南有很多间教会同时在准备要建堂。如果从人力财力来讲，当时富强教会是根本排不上名的，甚至大家觉得不可能的。但是没想到，我们富强教会在2014年，已经12年前就建堂好了，献堂了。我们新的这份周报，它有记明说，2014年的4月复活节的时候献堂。但是有的教会本身有历史财务也很好但是因为某种因素、某种原因，到现在建堂教堂还没盖。什么意思呢？我说我们要感谢神的是，神在很多的地方特别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当时经费才100-200万，就竟然勇敢的宣告，
我们要建堂，那是神让我们在这建造的过程当中，属灵在各方面都一起培养。所以有形的是建筑，无形的是大家同音合一，向着标杆直跑这样的力量。那我们又看到这个力量从哪里来？有目标了，努力了，那这个力量从哪里来？以赛亚书14章30节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短短的经文好不好？预备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耶和华的，等候耶和华的，然后要得力，而且要像鹰一样展翅上腾。鹰会上腾，然后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这是我们向神奔驰的一个力量的根据跟来源。弟兄姐妹，重新得力，如鹰展翅。就刚刚讲的，我们的50禧年的标语的下联，我们一起来努力学习，说我们怎么样重新得力，如鹰展翅。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教会这个名称是神为我们取得太好了。因为这个富强很容易解释，但是也有点被误解，或是说会偏差。真正的富强在属灵的意义上是什么呢？富是富在丰盛的生命，不是有形的物质。强是你所得到的属灵的力量，就是丰盛的生命，属灵的能力。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强不是财大气粗的强，不是勇猛鲁莽的力量的强，而是不靠人的血气，是透过等候耶和华而来的属天的能力。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像我们当初在建堂的时候，如果靠人的计算，看那个会计或是这些财务专家给我们评估，你的经费那么少，你怎么敢建堂呢？所以强是因为我们愿意等候耶和华，得着这个属天的能力。第二个，奔跑不困倦。为什么能不困倦呢？人的体能有限嘛，体力你一定是要搭配得很好，你才有办法完成你的任务嘛。那我们知道50岁，我们今年50岁了。从人的年纪来讲，50岁是很成熟的年纪哦，但是也是容易进入疲倦期或是舒适圈，因为好像很多努力已经都经过了。我们台湾有一些人呢，他很有怎么样，很有能力哦，他们有时候会在50多岁就财富自由了。他们说我要退休了，享受一切的乐趣、旅游啦各方面。但是有时候因为太早退休哦，旅游玩到一段时间，感觉人生好像没有目标，他又重新创业，要不然就重新回到职场，因为有一个方向你才会努力，不然会松懈下来。所以我们在50几年，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奔驰，要先把肉体的软弱、困倦先放下来。所以要能继续奔驰而且不疲累，是因为你的秘诀不是在看自己的体能体力。我们知道我们人的体能从牧师的经验，大概40岁以后，你即使要怎么保养，再怎么样的这训练健康啦、营养啦，40岁他整个就是消退的情况。因为人的体能是这样的自然的方向。但是呢，你如果是那个时候只靠蛮力，你永远输了。一定要懂得有智慧。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这个秘诀不疲累，是因为你懂得像鹰一样。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如鹰展翅。展翅的意思不是摆饰，是展，没有摆。因为你要乘着圣灵的风，圣灵的风像热风一样一吹，气流上升的时候，老鹰很聪明，他知道他不用摆动他的翅膀，他只要把
它的翅膀展得很开很开，它就会让它往上来上升。那这是老鹰的飞翔的技巧。我们看到很小的小鸟，比如说麻雀啦，或是蜂鸟啊，它们的翅膀1秒钟可以摆动好多次，因为它要靠这个力量才有办法浮在空中。但是老鹰不一样，因为老鹰它懂得展翅上腾，整个气流它像一只降落伞一样漂浮着，所以老鹰在大力摇这个翅膀的时候，有时候是为了猎物往下直冲，或是很多方向它才会摆动翅膀。但是如果它要节省它的体力，它就用展翅，让这个风来气流往上升。那就神呢，透过老鹰的话语告诉我们，基督徒也要学会靠着圣灵的风展翅，而不是自己蛮力到最后很疲累。其实我们服侍神，我们做神的工，也要去找到这个力量的来源，不然你会越服侍会越疲累。第一堂礼拜我们举行了长老、执事还有首长的就任，还有我们的代祷团队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些服侍者，像我们最资深的信昌长老胡信昌长老，他的服侍年资一共29年呢，还不包括那个轮休的时间，所以等于有40年的时间，他是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怎么让40年服侍都不疲累呢？靠人的体力，靠人的能力都会削弱，但是有圣灵的同在，才能持续保持这样的力量，有盼望跟力量。那所以以赛亚书的40章31节，这个经文是在让我们得到一个祝福，就是富强要迈向51、52，未来的50年，我们能借由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靠着圣灵的能力，要如鹰展翅，祝福我们在宣教、在建造施工更加轻省。就像耶稣曾经跟我们提起说，那些种子撒在泥土里面，隔了1夜或是隔了一段时间，它自动成长了。是人让它成长的吗？是神给它生命力。基督徒也要学会这个属灵的秘诀，我们在神的祝福之下，让它更加的成长。所以牧师借由今天这个标语这个主题，一起分享说，我们迎接富强50，大家怎么样同心向神奔驰？我们在2年多前就已经成立了50禧年的筹备委员会，现在今年到了，我们就到庆典委员会。我们开了10多次的大堂的会，还有各小组的会。我们目标是为了说，在50禧年，我们怎么样一点一点来点算神给我们的恩典，也算是神给我们的产业。那些产业我们要更加的精进或是成长，我们要邀请台南这79间众教会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经历，一起来分享。那也同样，我们要看见神在我们心中的心意，所以我们预备了很多这样的事工50禧年庆典委员会筹划了5项，特别是有关对外开放的5项研讨会，他把它总标题叫做长老教会复兴系列研讨会。那这有各样的，还有各样的庆典，还有各样的灵修学训，来激励自己，也让自己保持那种向神奔驰的力量。那我们在楼下都看到这个图档来公告，我们有5项大家可以在这个招待桌找到这一份我们可以1年都看到我们这些事工都已经排好了，节目已经排好，时间也都排好了。我们一起来为这些事工来代祷，不只是邀请众教会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我们也希望我们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大家也一起来经历。还有，我们下个礼拜就开始第1堂的研习啦，叫做台湾基督长教会的复兴的挑战7还有关键，在1月11号，我们邀请众教会的人报名来参加干部那我们教会的同工，我们的服事同工也都一起加入，一起来研讨。
除了这个5项对外开放的研讨会之外，我们还有安排很多的一系列的活动，或是一些的庆典，一起来学习。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他为一些事情来代祷。第一个，我们要在2月27、28年假的时候举行小组长的退休会，因为这一群同工是牧养最重要的干部。第二个，我们要出版祷告的书第2集见证集50几年见证集。第三个，我们要出版一本耶稣的生平，它就是由李福一牧师所撰写的有关耶稣的传记的一个成人主日学的材料。还有我们要准备了50周年的纪念文集跟历史文物的展览。还有呢，活动的最高峰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教会周年庆典的日子刘子敬牧师要在8月7号到9号3天的时间来我们这边做4场的培灵会。这是台北这个年轻的一个非常受敬重的牧者。同样在这一个庆典的时间，我们要在8月9号，就我们教会成立的周年纪念日。那天早上还有一堂培灵会，那下午我们要一起移动，要到哪里呢？我们要到文化中心。文化中心特别已经准备了好久我们特别邀请了国内我们出名的基督徒的作曲家金希文教授，我们特别指定为我们50几年谱写一个清唱曲，用诗篇65篇做了曲，已经完成了，而且印成歌谱了。我们圣歌队已经从去年的后半年就开始在练习，准备要在那一天下午8月9号下午，我们的周年庆那天，在文化中心，在一个很好的一个音乐的场合来首演，等于是献给神的礼物。那我们会邀请全部弟兄姐妹，那一天下午，大家记得把这个日期放好不要办其他的活动就来参加教会的周年庆那个下午庆祝感恩礼拜完，我们会要到隔壁的长荣酒店一起来举办一个庆祝餐会庆典的餐会我们一直找说到底有什么好的场地可以做完礼拜又聚餐的，目前只有这个组合最理想就到隔壁那而且长荣它一个场地最多能容纳就是60桌60，我们现在在募集说有人要开始预备心了，要报名60桌满了就没办法了我们教会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一定够做了，但是有时候会邀请来宾或是邀请你家人亲友一起报名所以请大家把8月9号的时间留下来。还有我们会在今年的后半年呢，我们在感恩节那一天前面就礼拜611月20号要举行一个全教会的运动会。我们去年呢办了好几次球类比赛，大家感觉非常有兴致觉得我们年轻人很有恩赐在运动上。我们希望在那一天是老少咸宜的全教会运动会。那最后在10月31号再举办一次的一个跨年祷告会。那这是我们大致上全体整体的庆祝事工那这些庆祝事工不是花钱了事，或是像烟火一样喷了了事，是我们希望借一连串的一直提醒、一直造就、一直安排，让我们彼此重新得到成长。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呢，是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朝着我们教会的一个使命宣言，来加强这一些我们自己所设定的目标来努力。在周报上，我们常刊出这一些，牧师就念过这一些标题，让大家一起知道说我们在努力的方向。这个是精益求精的，一直努力。第一个，我们追求教会。互强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真理的柱石，把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教会最重要的柱石。第二个是我们能够促进教会，它是一个活出爱的健康教会。这个教会不是一个表面上聚集努力热闹，而是因为大家有实际爱的交流。就像刚刚我们的底波拉
小组所唱的这首诗歌，因为主的爱让我们得着从天上来的力量，大家彼此相爱，让这个爱流露出来，是最好的见证，也是最好传福音的方法。第三个是积极传福音的教会，我们已经举办了8、9届的幸福小组。我们看到很多人做见证说，当初是因为参加幸福小组，我得到了一个新的信仰的呼召从那边信主的，他们现在都成为教会很重要的服事的同工。再来是我们追求教会，互强教会是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收集，说去年我们弟兄姐妹参加抄圣经，参加读圣经，1年读完，2年读完，我们要把这些资料都收集起来，还有背金句。当然，这个是属于一个设计上的一个成果啦。但是真正的目的是因为你常常接触圣经，常常读神的话，那你的生命、你的见证完全被神的话语来得着，那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所以向神奔驰这5个面向都是我们一直努力要推动的。再来就是承先启后，容神益人。我们在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发现说，除了来促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灵命成长，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家庭。所以承先启后，容神益人，我们是希望说，在家庭的堡垒的恩典积极的推动鼓励。我们也特别是为了50禧年要培育新的世代。去年下半年中会推动一个中心门徒属灵敬虔的操练8步，它的目标就2个面向，一个是个人灵命的操练，第二个就是家庭蒙恩的祝福。那这些都成为我们互强教会向神奔驰的一个努力的方式。尤其我们特别感受到一个整个台湾的环境的一个挑战。什么挑战呢？就是我们要鼓励教会的年轻人，新一代的爸爸妈妈能够得着上帝所赐的产业，生养众多，这是我们教会必须做，而且是不得不做，而且是觉得我们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要促进家庭蒙福幸福的婚姻，美好的婚姻跟建造，还有重视儿少事工，这些是我们教会平常这个本来就是社会都在努力，但是我们希望借由属灵上的激励，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家庭是蒙福的家庭，每一个家庭的子女都是神恩典栽培造就的儿女。我们每一对夫妻的婚姻都是被神所赐福、所高摩的。尤其我们也看到台湾好像在某一个程度上，我们的 GDP 啦，我们的产业发展好像真的是风生水起那种感觉。那个指数越来越增高，越来越增高，好像股票指数就是我们的全部，不是啊。其实我们面临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台湾的危机呢，是什么危机呢？就是少子化的议题。台湾的少子化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最近的一批周刊在报道，他说我们去年呢，2025年进入到超高龄社会，但是同一年的台湾人出生婴儿的人数比前年少2万人，现在已经降下到10多万了，那不得了。就是说，我们台湾的人数是在下降的，人口在下降，因为我们的长辈虽然长寿了，但是长辈多了，所以离开的多，出生的少。那教会同样也一样啊，在这个环境里面，包括我们当牧师的台湾的教会的牧师退休的越来越多，但是加入服事的年轻牧者越少，都一样。你看多少间大学已经关掉了，他们曾经是叱咤风云过了，很多名校不得不休息，因为没有学生了。有一个统计很惊人的，他说45年后，那个时候很多像我们这个年纪都不在了。2070年的时候，台湾会少800万人。
不得了，很恐怖哦，800万。台湾现在2300多万，对不对？如果照这种比例下去，离开的多，增加的少，到时候会剩下1500万。那个时候什么样情境呢？一个在赚钱的、还在工作的人要养一个老人，你看那个时候安养院要多少？你工作啊，谁照顾啊？那是眼睛看得见的危机已经都来了，所以我们教会不得不做，也是一个努力的方向。我们怎么样鼓励年轻人不要怕说啊，多生一个养不起。其实这是心理的状况，还包括社会给我们的危机感。但是神能够赐给我们台湾、我们的教会更多的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给我们的祝福跟盼望。所以我们的青年事工、我们的儿童事工，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是台湾社会的重，也是我们富强教会的重。所以向神奔驰，我们希望求神让我们一起建造一个老中青儿少都是丰盛的教会，那这个才是一个看得见的盼望。最后一个是，既然如此，我们进入50年，表示说很多成熟的神所重用的，无论是仆人也好，长子领袖也好，他们要找到新的一代的接棒人。所以呢，我们能够栽培造就年轻世代的门徒跟领袖，有他们的舞台，有他们的新的世代的方向。因为在这个 AI 的世代，我们很多想法以前觉得很有用，也很理所当然，现在都要被推翻了，甚至有一些观念跟想法运作都要重新来过。我们富强教会曾经经历过好多的转型，最重大的一个转型发生在我们2000年以后。我们教会经历了建堂，我们教会经历了教会事工的转型，包括华语礼拜。现在我们用华语做敬拜，以前台语的没有华语的。我们经过小组事工，我们经过这个属灵领袖，就是我们的侍奉团队的带领。我们还经过很多敬拜赞美这样的改变，这些看起来好像今天是理所当然，对当时的长老教会都是很大的难关呢。那现在50年到了，50几年了，新的世代来了 ，AI 会成为我们很多生活上的必须。怎么样让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随着时代成长，不被时代所抛弃或是淘汰，而且能够精益求精。其中最大的一个是，不是靠人的力量，是圣灵的同工。每一个的心灵被神紧紧的抓住，那个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爱的交流，彼此的扶持成长，在主的爱里面，这个教会充满了满神的恩典，那个才是我们再来所要努力的。愿神赐福给我们富强教会，富强50向神奔驰，不是一个打空气的奔驰，不是一个没有方向的奔驰，而是看见神为我们一个属灵生命的应许，他的命定我们抓住了，一起同心，不是你跑在前，大家跟不上，而是大家同心合一，团队、小组、同工一起跟上，一起奔驰，那才是我们富强教会最大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这个时候要做一个祷告，然后预备，我们要请我们的代祷团队的同工准备要来做一个差派。我们现在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因为你满满的恩典是给我们从天上来的祝福。我们50几年开始了，我们确定，当我们等候神、遵从神的应许，我们就要看见神我们为我们每一步所摆上的，你的赐福、你的能力、你的恩典、你的恩膏、你的保守，要在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心中把握住方向，目标明确，就看见神一步一步
赐下你满满的恩典。我们第一堂礼拜举行了新的干部的就任，这一堂我们要为代祷团队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重新立约，要成为守望者，要成为代祷者，要成为神所示最美好一个祷告力量。主啊，让我们愿意跟随神的脚步来走。愿神赐福给我们，在互强50向神奔驰的标语之下，我们已经找到了方向，已经找到了力量的来源。我们奔驰，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肉体血气，而是神给我们等候耶和华的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走却不疲乏。愿神将这样的恩典赐福给我们，无论是长职同工干部，包括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蒙受同样的祝福。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请同工有敬拜团的同工也帮忙来带领这首诗歌奔向爱我的神。在这首诗歌唱完之前，我们所有的代祷团队的同工都走到前面来，我们要一起做差派，一起来。天上的神，大而可畏，却有丰盛的恩典。一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那开始预备了，同工开始来了。心是广大，与我同在，充满怜悯，施行拯救。一次垂听祷告，与主和主间指引你。排2排跟3排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高声欢呼，扬声赞美，颂赞奇妙的天赋。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不再惧怕，不再犹豫，全心来信靠守约的神。感谢主，我们在2堂礼拜当中都有这一群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在未来4个月，每一个礼拜至少有1次，在充满神恩典的祷告室，为国家、为社会、为教会、为家人，也为我们互相教会弟兄姐妹献上祷告。不是他们有特别能力，而是因为他们谦卑的在神面前屈膝祷告，让祷告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每一位也重新得到神所美好的应许跟祝福。这一次我们有90个弟兄姐妹签名服事，有的服事了2次，所以有98人次。我们期待能够很快就突破100，是一个神美好圆满的数字。这个时候呢，牧师邀请各位，无论是看这个纸条的差派礼，或是看荧幕，当我说我的时候，你们就念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接下去来一起来做祷告。预备，我愿意接受上帝的赐福与差派，忠心委身于教会的中保代祷事工。2，我愿意遵守中保祷告服事的时间，参与守望祷告的责任与使命。3，有关代祷事中教会事工与个人代祷事项，我愿意向人都保密，愿上帝与我同在，并垂听我的祷告。阿们。这时候奉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
在富祥教会，神在50年来给我们许多产业当中，我们特别感恩，是因为我们一群守望代祷的同工，每一个礼拜愿意将1个小时或2个小时分别为圣，在祷告室当中全身献上自己，为国家社会，为台南市，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人，特别是为代祷单当中许多需要祷告的弟兄姐妹做守望祷告。神啊，你看重的是我们内心的谦卑祈求，因为我们知道靠人的能力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有神的同在，神的应许，神的祝福，我们就看见所求所想超过我们自己的。神应许是无限的大，神迹奇事要在祷告当中来发生。我们得到的应许，要看见神美好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这一群勇敢的代祷勇士，因为他们在主面前要成为勇士，要成为坚强，赐给他们恩典，让他们在每一次服事的时间都不受影响，不受干扰，不受交通或是个人的因素，能够忠心持守。神赐给他们在祷告当中每一次看见神奇妙的恩典，在灵修当中与神同行。主啊，奉你们的祝福每一位，愿神的恩典与我们所有代祷者同在，也让有更多的代祷者愿意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军的行列。奉主你们的祝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请向后转，我们请他们一个鼓励好吗？也拍张照留念好不好？啊，靠近一点，靠中间走近一点。好，我们第一堂跟第二堂一共有90位哈，一共有90位。我们大家一起比50好不好？来50，互相50。好，好，谢谢。愿神赐福他们的服事4个月哈。好，请回座。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要准备来做奉献。现在一起来奉献。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请坐。我们一起来背诵
本月的金句在新的版本周报，现在金句是刊登在第9页。我们一起用华语来念2次。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接着我来报告，下周的司理是张芷兰执事。本周周五的祷告会主领要改为李荣泰长老，领唱是喜乐小组，请服事同工来注意。本会消息，今天是2026年第1个主日，我们今天有举行新任长职暨首长誓约就任差派礼，以及中保代祷事工第54期代祷同工祝福差派礼。我们请兄姐为长职及首长以及代祷同工来代祷，愿上帝赐福他们在服事上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我们在下主日1月11号，要举办第1场的复兴系列研讨会，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到5点40，将邀请中会众教会同工参加，也欢迎本会侍奉同工及兄姐报名参加。本会预定在2月8号要召开定期会员和会，请于下主日1月11日之前来缴交和会报告资料。以上报告，请牧师来补充。我们感谢主哈牧师来做一个介绍。我们有2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第一位是赵锦桃姐妹，金头姐来站起来，我们欢迎你，欢迎拍手欢迎她，欢迎她哈。好，跟梅芬姐律师来的哈，欢迎你，欢迎你。第2位是楚西宁姐妹，楚西宁姐妹在这边，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来哈，欢迎你来参加，谢谢，感谢主哈。好，牧师也做一个补充了哈。第一个，刚刚我们有讲到下个礼拜要举行一个研讨会，是我们五大系列其中第一个哈。那除了邀请众教会报名以外，我们的同工干部尽量大家能够参加，除了要服侍以外，也能够彼此造就哈。那我们有2位外来的讲员，一个是蔡安禄牧师，还有一个是我们前任的我们的蔡正道牧师哈。希望大家也许下个礼拜这个时间留下来，就吃了午餐哈，就留下来了，一起服侍，一起参与，一起得造就哈。请大家预备心哈，为这样事情代祷。那也要特别做一个补充了。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互强武士，向神奔驰”，我们总会也有一个新的标题，叫做“同心爱基督，团结顾台湾”哈。那特别我们看到这一期的周报，我们特别请苏令姐妹哈，她设计一个比较有喜气的周报哈，这是今年第1次使用了哈。这个周报呢，封面跟封底有改版了哈。那金句是印在第9页的地方。那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一次我们第1堂有就任式了，那我们要感谢卸任的，我们有轮休的同工我们有信昌长老、志强长老他们退任哈。那还有4位执事是中和执事、哲豪执事、盛吉执事，还有婉如执事，他们4年来的服侍哈。另外也要感谢有几位首长了哈，我们鼓励小组的黄光耀兄还有玲玲姐，他们小组长卸任，还有基甸牧区的激励小组的瑞贤同工来卸任哈，还有基甸基理师小组的张志奇执事也刚好卸任哈，我们感谢他其中我们也特别感谢呢我们的胡新章长老哈因为今天就任式时间太久了，我们想要请他发表感言，我们说下个礼拜时间可能比较充裕一点，再请他讲一讲他的胡适的感言，还有勉励大家哈。那我们还有特别增加了一个比萨列布置团队，平常我们看到我们在母亲节啦，还有庆典啦，很多布置哈，
我们想说把它组成一个团队，一方面有比较有一个组织，另外一个是我们能够栽培新的一代的服事同工啊。所以比萨列服事团队在周报里面第4页有特别讲到啊，是要做一个布置，借由空间的美，然后看见神的爱哈啊，这个恩典，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比萨列设立的宗旨了哈。另外，我们要感谢在礼拜这等于我们的礼拜3晚上，我们举行了一个跨年祷告会啊，感谢主，我们一共有202个位参加，半夜呢，隔到过跨年呢啊，不简单了哈。到外面参加那个什么那个热闹的这个演唱会是很普通了，但是有200多位来参加祷告会，真的是神恩典哈啊，这个一个很好的开始了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开始了新一年的奉献袋，牧师手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牛皮纸袋哈。它这牛皮纸袋已经有记录的，我们就把它重新更新了。新的一年，这个要用1年，那放在那个奉献袋的柜子上面啊。如果你要新加入的，没有你的名字的啊，你可以第一个可以拿这个袋子自己填写名字，但是编号由教会帮你编，或是给我们的长子讲说，我要参与这个约定奉献哈，固定的奉献啊，包括我们50喜年的奉献都在这个袋子里面可以使用啊。你可以写上名字，然后由我们的财务部帮你编上这个代号，因为这个电脑代号很方便，一 key in 之后就知道你的资料就出来了哈啊。这个就特别给大家报告一下。另外，因为今天时间比较长用的时间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庆生会要改下个礼拜才进行了哈。那下个礼拜我们要请这个大专中心的主任高博牧师来做一个大专中心主日，也在他预备心哈，一起来参与，用这样来做补充报告啊。今天因为我们这个元旦的连假哈所以没有午餐请大家原谅。但下个礼拜应该可以恢复了哈，我们请大家期待。我们将时间报告到这边，谢谢。一起来唱颂荣的诗歌，诗歌结束，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我的神，我的王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引导、扶持，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坐默祷来避会。